立法院顶一个会期最后一日，南北定营将这个不动动产条例立法院组织法等3项修法，要最后一刻来甲送入去。即马呢，行政院长杜英台伊决定无要签而且呢，党内立委嘛认为讲恁这3个法根本就是为着恁家己咧设想嘛，阮今仔日无爱签，人民应该赞成立法院组织法修正通过。立法院第1回会期的最后一天，南北课人所优势，要拼维持公报电视法不动动产条例，交由组理会将其的立法院组织法规管。行政院昨暝宣布3项修法内容严重违反着宪法的原则，也无将本地司法判决看在眼内，为特定的个案量刑打造，推翻释宪的结果，所以决定宣布不附属。行政院有认为窒碍难行而提出复议吗？没有依法提出复议，就代表你行政院根本不认为说这法令有窒碍难行之处。那也立委认为，依照规定，检讨通过法律，会分别送往总统府甲行政院。若是行政院有记录，应该提出复议。民众党团也批评，行政权若大过立法权，也取代司法权，相信民意也会强势反弹。3个案子大家仔细去把它看一看其实都涉及到为特定团体或者说特定人来做一个解套，立法院的手大拉拉的就把它给伸进去了。我相信国人同胞对这3个案子一定特别有感。进前新春5院的会中，罗总统则希望调解和谐。如今行政院针对3项法案不附属，对于这个局面有关也被解决。Hello， 我是雷亚，想要抢先掌握最及时的新闻资讯吗？赶快订阅、按赞、开启小铃铛，锁定华视新闻 YouTube 频道。